歡迎大家收睇保險個案知多啲。我係 Raymond，我係 Mia。首先，我哋睇返今集嘅個案。投訴人戴先生係一位的士司機，佢喺揸緊的士嘅時候呢，就被另一架的士從後撞倒，導致背部受傷。意外發生咗之後呢，佢就被送到去公立醫院嘅急症室，初步呢就被診斷為腰椎扭傷，然之後就出院啦。4日之後，戴先生因為腹脹、便秘同埋腰背痛蔓延至右腿，又去咗急症室。出院1星期後，佢腰背痛到行唔到路，最後亦都需要住院接近5個月，期間亦都做咗一系列嘅大型手術，最終嘅診斷結果係脊椎壓迫、強直性脊椎炎同埋胸部椎管狹窄。戴先生出院之後呢，佢嘅傷殘情況被證實係永久性嘅，需要用輪椅去代步。於是呢，佢就向保險公司申請咗個人意外保險入邊嘅意外完全及永久性傷殘保障。但係保險公司喺調查期間發現戴先生本身有強直性脊椎炎、腦出血同埋病態性肥胖嘅病歷。保險公司認為現有嘅資料唔足以證明佢嘅傷殘係純粹及直接因為今次嘅交通意外所造成，所以拒絕咗佢嘅索償申請。戴先生唔同意，於是乎呢，佢就向保險投訴局投訴。咁俾3秒時間大家估下今次嘅投訴結果成唔成功？今次嘅投訴結果係失敗嘅。關鍵呢，就係保單條款中對意外嘅定義。根據保單條款，意外係指純粹及直接經猛烈外來及意外力導致身體承受嘅傷害。投訴委員會留意到戴先生本身患有強直性脊椎炎係一個重要嘅因素。有醫療記錄顯示，戴先生喺早幾年嘅 X 光已經有呢個病徵。所以投訴委員會認為，雖然交通意外係一個觸發點，但係戴先生本身嘅病患有可能係導致到佢傷勢咁嚴重嘅原因之一。佢嘅傷殘情況並唔能夠被視為純粹及直接由嗰次嘅交通意外造成。投訴委員會認為保險公司以唔符合保單內意外嘅定義嚟拒絕賠償，理據係充分嘅，最終裁定保險公司唔需要作出賠償。所以提提大家，喺索償個人意外保險嘅時候，保險公司係會仔細去審視病患係咪完全及直接由意外引起。如果過程中有其他嘅因素，例如係舊患或者係自身嘅疾病介入，就會影響到索償嘅結果。如果想知多啲有關意外定義嘅資訊，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俾我哋。今集保險個案知多啲就講到呢度啦，下集見，拜拜。